反正事情是你让我干的，如果王后问起来，我就把一切全都告诉她。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魏姬夫人刚说要收留你，你就要跟我翻脸吗？可是我做这样的事情，总是要有原因啊。你不用管了，这件事情我自有办法。你有办法？你真的有办法？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去招惹西施。他，将军。将军。哎呦，将军，你喝太多了，将军，哎，醒醒。马的罪奴呢？出来！出来！西走。你就是勾践？罪臣是勾践。爷是宫里新派来管着马厩的，给我放老实点啊！好，这条贱狗还有个俊婆娘。哎呀，人家可是王后呢。行，干活去，干活。小娘子，哥哥来帮你。走开！空知半夜了，还装什么蒜呢？啊！亲哥哥，你这苦活累活可就全免了。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他！别打他！半夜的心啊！你们放开他！求你们，别打他！放开他！大王，大王，都是我连累了大王。可是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的苦，都是夫差欠下的债。不讨回这笔债，什么都不要紧。皇上还是要你记住那4个字：人者中昌。啊！
大王，微臣该死。起来吧，怎么该死了？说来听听。是。微臣自作聪明，弄巧成拙。可是微臣实在是一片忠心呐。你的心寡人知道。要是可以这么轻易的斗过伍子胥，还能安稳的做这个相国吗？大王，微臣愚钝，到现在也不知道大王是怎么。西施，整个王宫里的人都在说，你要胜过魏姬，成为吴王的新宠了。难怪有人要毁掉我做的袍子。那你还爱范将军吗？他可差一点就成了你的男人。差点儿。是啊，差点儿。他是我一生爱过的男人，可到头来，他却把我送给了打败他的敌人。这么说，你已经不爱范将军了？我不知道，还该不该爱他。大王喜欢你，这我相信。可是你喜欢那个夫差大王吗？我只是觉得，他不是一个可怕的人。如果你不喜欢他，为什么对那件王袍那么上心啊？我想在他生日的时候把这个送给他。那你这就是在取悦他，你想得到他的恩宠。他没有杀范将军，我只是想谢谢他。你在骗我，你心里已经没有我这个姐妹了。你到底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没怎么。其实取悦夫差不是什么错事。我们来到吴国，不就是为了要取悦夫差，保护大王吗？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我说服不了自己。我没法为了保护大王，去取悦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爱的男人。那如果是为了救范将军，你会这么做吗？也许。那你别忘了，取悦夫差，保护大王，这可不是范将军让你做的。西施，如果夫差封你为妃，你会拒绝吗？那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拒绝吗？我来到吴国，本来就是为了给阿牛报仇。可是现在，我忽然明白了，不管是为了报仇，还是为了今后好好活下去，我们和这宫里的女人都一样，除了取悦夫差，得到他的恩宠，没有别的路。西施，不要忘了我们发过的誓，只要我们相互辅助，一定能够战胜魏姬，成为这吴王宫里的至高无上的女人。难道你变了吗？对不起，经过了这些事，我怕我做不到了。来，皇后，一起。
今天是大王的寿日，魏姬给大王准备了一份薄礼，还不快呈上来？是。大王，你看，好，寡人喜欢，喜欢。魏姬的手越来越巧了。听说王后也让人为大王缝制了一件袍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拿出来呀？你的消息灵通得很呢，是做了一件袍子，可是不知道让哪个鼠肚鸡肠的小人毁掉了。有这样的事？定是拿不出手，才这么说三道四的。大王，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毁是毁掉了，可是我宫里的西施姑娘倒是灵秀得很，竟然在那件污毁的王袍上妙笔生花了。走。来，看看王后送给寡人的寿礼。王后姐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今天是大王的寿日，你怎么能送这么难看的衣服给大王呀？你以为难看吗？颜色混乱，七勾八画，都不知道上面涂了什么东西。这样的袍子怎么能穿在大王身上？我看西施做的这件袍子别具新意，好看得很。大王，相国和太宰，你们两位品评。依老臣看，魏姬夫人的这件袍子，颜色鲜亮，富贵吉祥。哎，未必。我看王后这件袍子，虽然颜色不够鲜，但颇有越国画风的风韵，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大王，这两件袍子都是送给你的，魏姬想听听大王是怎么说的。喜子，小奴在。把范蠡叫来。是。这乐舞怎么停了？来，寡人兴致正好呢。大王，我们多久没有听过那样的乐手？雅乐声声，舞伎翩翩，珍馐佳馔，樽樽美酒，那样的日子多令人回味。没想到，我们今天就会成这个样子。我想到那里去看看，哪怕是闻闻酒香，也能让寡人暂时忘却这醉奴之苦。哎，范蠡范将军呢？范将军，范将军，大王选你上殿，只他一个人，没你的份儿。大王，末将去就回。走，我随他去看看。哎，没有大王发话，不许去。不要你管，因此获罪，我自己承担。好个不要脸的醉奴！范将军，走吧。马上。大王的心绪末将明白，等见到夫差，我会伺机而为。啊，来了。大王，什么都别再想了。看到那样的盛宴，大王会更伤心呀。寡人怕这醉奴的日子，一天天消磨了斗志。寡人这样不要脸面，要去看看，就
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忘了那样的日子，不忘才能活下去。罪臣范蠡叩见大王。今日是寡人生日，自当与民同乐。喜子，在。赏范将军一盅好酒。是。谢大王。范将军，这酒可不是白喝的，过来看看。这2件袍子，你认为哪件好看？这件好看。为什么？虽然看起来这件上面的色彩有些纷乱，但只要细看，就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一条云龙。龙为万兽之首，正合大王的身份。你看出这件袍子是出自什么之手？罪臣不知。西施。范蠡，在。连太宰大人都看得出这件袍子有越国的风韵，难道你猜不出是出自他手？大王，自越国来的姑娘非西施一人，罪臣实在无从猜起。那这越国风情为什么又不讲呢？大王说的是，他是越国的将军，自然偏袒越国的女人。一个罪奴竟敢在大殿上欺骗大王，信口雌黄，大王就该。中旦，你希望谁赢？我希望站在大王身边的那个人是我。恭贺大王。范蠡，在。刚才你批解的不错，寡人就将西施绣制的这件袍子赐给你。罪臣卑微，哪里敢着这样的王袍，请大王收回成命。西施如今也只是越国来的奴婢，她送给你这件袍子没有什么不妥的。西施，还呆愣什么？西施缝制的王袍，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夫人，是奴婢把那些染料铺在了那件袍子上，可是奴婢没想到他会那样去修补。你也没想到吗？奴婢知道。那你为什么瞒着我？可大王不还是选了夫人做的袍子吗？你还敢犟嘴？我跟你说过，不能让西施缝制的王袍出现在大王的寿宴上。现在不但出现了，而且还得到这么多赞誉之词，你还不知罪？别看大王选择了我的袍子，可是我在大王的眼中看到的不是宠爱，
是敷衍，是一时的无奈。夫人也许不该这么想呢。大王不仅没有留下西施做的袍子，反而把它赏给了一个罪臣。那是他在试探西施的心。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他让西施给范蠡穿上袍子的时候，他眼中的后悔和妒恨吗？我魏姬是魏国的公主，从小就是我父王掌中的宝贝，我绝对不能够容忍看到别人抢走大王对我的专宠。要是谁拦在我面前，我就会伸出双手掐死他。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向我隐瞒他修复王袍的事情？因为我跟她情同姐妹。我上次对你说的话，你都忘了吗？想要做到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像你这么三心二意，迟早会断送了你。你们都下去吧。西施，你过来。你在想什么？这个结果已然很不错了，何况你做的袍子又给了你心爱的人。王后怎么会这样讲？你们相互对视的眼神瞒不住任何人。不，没。启禀王后，大王来了。哦，奴婢的头有些不适，请王后准奴婢先行告退。去吧。谢王后。大王，寡人酒喝多了，走起路来有点飘飘然的。大王请坐。那个西施姑娘头有些不适，刚刚去歇了。哦，我看大王很喜欢这个姑娘呢。既是喜欢，就封她为妃吧。这有什么为难吗？相国和一批重臣对于寡人不杀勾践、不灭越国，始终持有异议。西施和郑旦又是范蠡亲自挑选进献给寡人，寡人不能不格外慎重。大王多虑了。大王，魏姬夫人纳兰人说有要事恭请大王。什么事？奴婢不清楚。去告诉魏姬夫人，有事明天再讲。寡人在王后这歇下了。是。大王用茶。大王，出了什么事啊？那两个色狼又来寻衅，把大王给打伤了。怎么会这样？都是雅玉连累了大王，是雅玉的错，雅玉不容一死了之。不要说这样的话，要说连累，是寡人连累了你们。范将军。西施，我在这儿呢。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干什么？我就是睡不着，很想你，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想说什么？
还记得吗？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我们坐在浣江边，看月亮，数星星，还说着心里话。是啊，这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了。是啊，谁能想到我们会跑到这吴王宫里来呢？人这一辈子呀，真是像谜一样。大王不知是怎么了，明明是你绣制的王袍漂亮，可他却选了魏姬做的。我可很高兴啊。是因为大王把你绣的袍子赐给了范将军吧？啊，真是难得看你笑一笑呢。西施，我可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啊？你教教我呀。教你什么？怎么去战胜魏姬？你一定要帮帮我。我早就答应过你了，需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太美了，就是在越国的后宫里，也没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袍子。寡人实在困惑，夫差这么喜欢西施姑娘，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临幸她，也没有封她为妃呢？依末将看，因有很多：一是魏姬的阻拦，二是夫差正在为他的霸业重整军队，无暇顾及；最主要的是伍子胥的非议。不过，只是迟早的事。可是我们不能再拖了。伍子胥的杀心不减，寡人怀疑，那2个来凌辱雅鱼的兵士，就是受了他的唆使。再这样拖下去，恐怕我们熬不到归月的那一天了。那西施回到夫差身边，这一切就会改变吗？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都还只是在外围徘徊。如果不能进入夫差的核心圈子，就不可能大有作为。人非圣贤，只要西施得到夫差的专注，起码会左右夫差的一部分。范将军，你就没有良策可告寡人吗？大王不要再为难范将军了，他的心里够苦。雅鱼，把你藏的那件东西拿过来。寡人的话听到没有？去啊！这是王后当初佩戴的头饰，朝天凤金钗。大王，这是干什么？这只朝天凤金钗是专为王后和王妃当制的。如果一个宫女胆敢戴这样款式的钗子，就是犯上作乱的死罪。难道大王是想让西施戴在头上？这样不是害了她吗？只有让她犯下必死之罪，夫差才能下最后的决心，立她为妃。这样太危险了。万一魏姬先斩后奏，万一夫差没有来得及救她，险是险，可没有更好的办法吗？范将军，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是吗？婉玉，你放心，寡人不会为难范将军。这桩节目行与不行，我们都听范将军的。王后，真旦姑娘，
大王，王后，发生什么事了？你可以见到西施姑娘吗？等我一下。把这个交给他，让他戴在头上。这等待，大王，西施绣制王袍，挫了魏姬的锐气。这个是寡人讲给他的，记住，一定要让他戴在头上，啊！请大王王后放心，我会尽快交给他的。去吧。你要把事情告诉他。他和西施情同姐妹，他知道了，也许会心软。那我们的心就足够硬吗？想想眼前的一切，就是再软的心肠，也要硬起来。大王，这件事民女做不得。为什么？民女听人讲过后宫的规矩，这是王后王妃才能戴的金饰，要是西施戴了，就会犯下掉头的大罪。如果她做了王妃，也戴不得。不用操心，到时候会有人救她。去吧。寡人的话，你敢不听？未婚夫阿牛也死了，西施是我唯一的亲人。大王，不然不要为难他们。大王，正太，你把金饰交给他，然后对他说，就说是我送给他的礼物。将军。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吗？或者是，你忘了西施是你什么人？我没有忘记，她是我范蠡此生此世唯一爱过的女人。可现在，你、我，还有她，都是为了兴复越国，上阵杀敌的死士。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就算是我给了她，也不知道她会戴不会戴。如果她有什么疑心，你不必解释。让他来找我。也许是我多虑了吧，将军可能不知道你在西施心中的分量。如果说是你的礼物，如果说是你让他戴在头上的，他哪会有什么疑虑？高兴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快去吧。歇歇吧，你已经干得太久了。寡人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不能这样毁了自己的身子。大王错了，末将并不难过。末将为什么要难过？往日的范蠡已经死了，所有的爱恨都扔在前世前生。不过，今生今世范蠡，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帮助大王返回越国。我们会返回越国，可是浴火重生的越国一定会雪耻。哎。 这里没有人吧？我在帮王后剪裁衣服呢，有什么话就快讲。这么漂亮的钗子，你是哪里来的？先说你喜欢不喜欢？我来帮你戴起来。 你戴上真好看。行了，快帮我拿下来吧，要是让别人看到就糟了。怎么糟了？我猜，你一定是帮魏姬拿着的吧？为什么一定是魏姬的？这是王后和王妃才能戴的首饰。你怎么知道的？王后告诉我的。宫里的女人谁都不能戴这个，要是戴了就是僭越犯上，要杀头的。 你说不是魏姬的，那是谁的？王后。王后，是勾践大王的王后。那怎么会在你这儿啊？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范蠡将军要我交给你的。王后的首饰，为什么让你交给我？ 他要你戴在头上。范将军说，要是你想知道为什么，可以去问他。不想问？为什么要问我？可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吗？要是你走出这扇门，让其他人让我这么做。 就一定有这么做的理由，你就甘愿一死？如果相爱的人让你去死，死不就是一种解脱吗？要你死就不是爱。你不懂，我什么都懂。西施，王后要你过去。是。西施，快把朝天凤金钗摘下来。不，西施。 为他这样的男人去死根本不值得，我来帮你摘。不，真的，从我答应他那天起，我就把一切都给他了，包括我。如果他让我去死，这就是命的。西施，西施，西施。 叩见王后。西施，魏姬夫人对你们越国的印染很有兴致，你带夫人去你那里看看。是。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啊，我来请夫人回去。什么事啊？说是大王就要到了。哎呀，姐姐，大王一日三顾我那儿，真是一时半刻也离不开。那看印染的事儿，还是改天吧。也好。 王后姐姐，夫人，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摘下他的金钗，押入天牢，等候大王处置。是。是。说，你去王后宫中干什么？
奴婢见夫人不在，就跑去看西施了。这么说，你让我回宫是编出来的谎话？刚才你一直挡在西施面前，是怕我看到她头上戴的那只金钗吗？你怕我看到西施头上戴的那只金钗，说明你心里明白她犯了僭越的死罪，是这样。看来你明白，西施的心里也明白。现在，就只是我不明白了。抬起头来看着我，他明知故犯，知死找死。你能告诉我这其中的原因吗？正旦妹妹，你就识相点儿！你们捣的什么鬼？为什么冒死把金钗戴在头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魏姬夫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等大王砍了那个西施的头，你再说就晚了。你就是不说，那我可就帮不了你。夫人，他还是不肯讲。不肯讲，这也奇怪。他当初那么求着要来侍奉夫人，怎么现在硬得像石头一样？莫不是他觉得大王会饶恕那个西施？夫人觉得大王会饶恕他吗？我怎么没想到这个？要是夫人担心，不如什么？不如让那个西施死在天牢。来，我拉你起来。来，谢谢。夫人，没有大王的谕令，下官这是宫中的天牢，难道我说的话就不算数吗？算。夫人的吩咐和大王一样。你明白这个就好。这是夫人赏给你的。谢夫人。在下。我一定要讲的事要禀告王后。王后正在歇息，任何人不能打扰。可是我的事情耽搁不得。那也不行，不行，让他进去。是。我们走。别！他们都在笑我。让他们去笑吧，只要我喜欢。小奴叩见公子殿下。你是公子殿下？公子殿下到。儿来给母后请安。啊，起来起来，快让我看看，怎么连脸都晒黑了？父王让我到军中去学骑射。哦，这姑娘说是有要紧事要见母后。奴婢叩见王后。什么事？不要避讳，快讲。启禀王后，这件事只能讲给王后一个人。你跟我来。哎，母后，
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就来。进来吧。什么事这么神秘？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奴婢叫秋蝉，现在在侍奉卫姬夫人。哦，也是从越国来这里的？是。是卫姬夫人让你来传话？不是，奴婢自己要来的。你要告诉我什么？今天我在卫姬夫人那里听到夫人和冬梅说他们要把囚禁在天牢里的西施害死。夫人他们已经去天牢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西施和奴婢都是从越国来的好姐妹，我怕卫姬夫人会害了她，所以特别赶来求王后您救下她。你怎么知道我会救她？西施姐姐常说你王后您仁慈宽厚，奴婢想王后您应该不会见死不救的。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来过这里。王后，你能救下她吗？不要再问什么，立刻回去。奴婢谢过王后。等等，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在宫里，任何事情都不要多嘴，不然就会遇上索命的鬼。奴婢叩见公子殿下。哎，起来起来，我可不讲那么多俗礼。小小年纪，什么事让你这么神不守舍啊？我年纪还小吗？反正比我小得多。到了下个月我就17岁了，你呢？我也17岁。不，我不是17岁，我比公子殿下晚1个月。小1天也是小。宫里的女孩子不少，敢和本殿下说话的，你是第一个。我一天到晚闷死了。说吧，你到底遇上了什么事？要不要我帮你？禀王后，奴婢去打听了，卫姬夫人确实刚刚去了天牢，还用重金打赏玉吏，说要把西施入夜前处死。来，走。公子殿下，走。我该回去了。你跟我说话不开心吗？那就陪陪我。你不想说的事儿，我本不该再问你，可看你这么六神无主的样子，又让我太想知道。说吧，就告我一个人。我不敢说。不敢说？什么叫不敢啊？哎，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你告诉我，有我保护你，你什么也不用怕。那，你告诉我，在这个里面，是王后的权势最大，还是卫姬夫人的权势最大？当然是王后了。除了王后还有我。你？吴国的天下是王的天下，母后是王的王后，我是王的儿子，那卫姬夫人哪能比呀？那你以后也能当大王吗？那是当然。那我说了，你真的会帮我？只要你告诉我。那我就说了。哎，说吧。知道大王现在在哪儿吗？听说在大殿里。哦，我想起来了，齐国的特使要来。等等，再等等。殿下笑什么？人家都快急死了。放心吧，母后心肠最软，只要她知道了，就不会见死不救的。你不信？不管我犯了什么错，只要告诉母后，她就会在父王面前替我说好话。所以呀，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挨过父王的打。这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殿下别问为什么，
我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好，那我们打赌吧。谁敢和你赌啊？那你要我怎样？要你帮我。怎么帮？把我刚刚跟你说的，去告诉大王。不行吗？你怕你父王？谁说的？我怕是不怕，我就是有点。好，我去跟他说。那我们现在就去，我跟你一块儿。走啊！走啊！关爷，待会儿怎么下手？怎么下手还用我教吗？小的是担心，就算是用他自己的衣带把他吊在房梁上，这大王会相信他是自杀的？管那么多干什么？啊！把这坛酒喝了，就给我动手。北极夫人又派人来催了。哎，是，喝酒，壮胆儿。王后，大殿的灯火还亮着呢。那就是他们还在议事，不能去打扰。怕要是再晚就迟了。走，我们去天牢。西施姑娘，对不起，要送你上路了。哎，这么美的披萨，可惜了。西施姑娘，你别给我们哥俩心狠，魏帝夫人要你死，没人敢救。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寡人险些来迟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么晚的路程，大王，回答寡人，这只金钗是你赏给西施的吧？是。想必是你的主意吧？看着寡人。罪臣不明白大王的意思。勾践，寡人问你，在越国一个宫女佩戴这样的金饰，该当何罪？是僭越犯上了死罪。皇后，在我们吴国，自然是一样的，也是死罪。你说呢？别说在这儿了，就是在我们魏国，一样也是死罪。大王，老臣有一事不明，这个越国的女奴犯了这样的死罪，怎么还能坐在我吴国大殿的卧榻之上？是啊，大王，西施身为罪奴，竟敢在后宫犯下这样的僭越之罪，绝不可轻饶。是，
不能轻易说啊，这是不能轻易说。对。王后，你主掌后宫，寡人想听听你怎么处置。西施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姑娘，我本不想治她的罪，可是实在找不到为她开脱的理由。大王，的确没有赦免西施的理由啊。臣以为，大王还是除掉她，因为什么？臣斗胆直言，现在外面传言说她是越国派来的妖女，长久下去会影响大王的心智。是啊，没错，大王啊，说的没错。寡人这么晚召你们进宫，是要颁布一件大事。今日，寡人册封西施为妃。这，大王，大王。刚才你们说的没错，一个奴婢佩戴这样的金饰，是犯了僭越犯上的大罪，本该处斩。可是现在不同了，西施是我的妃子，这样的金饰本该戴在她的头上。这恐怕不太合适。从现在起，她就是本王最宠爱的妃子。怎么，寡人今日纳新妃，却听不到你们的欺负声？恭喜大王！大王千岁，千岁！啊！末将恭贺大王，如愿了。范将军的忠义之心，寡人无以言表。寡人拜谢了。传旨。多好的月亮，多好的美景，多好的红烛喜悦。把自己的新娘亲手恭送到别人的婚床上，能做出这样事情的，舍我其谁？范蠡，你这个无心无肝的范大将军！将军，将军，都是寡人之罪，是寡人之罪。也许我们就该战死在会议上，也没那将军跟寡人受过非人之苦。将军，将军，将军。
放心，从今以后在寡人身边，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你。怎么？你怕寡人？不喜欢。寡人刚刚救了你的性命，你就这样报答我？大王可以让我做任何事，但是不能强迫我说喜欢呢。说喜欢，为什么不说？寡人在问你。大王这是去哪儿？给寡人请功。大王，这儿就是您的寝宫啊。大王这是怎么了？岂有此理！大王要是想去哪位夫人那儿，小奴这就去吩咐。不然就让西施姑娘暂且住到别院去。寡人这就奇怪了。从寡人懂得男女之事起，就没有一个女人不来邀宠，不来亲热寡人。大王。这位西施姑娘是个乡里妹子，兴许不懂宫里的规矩。不懂规矩，难道不懂得邀宠吗？她不是女人吗？这寡人处处呵护她，百般的忍让她，真不晓得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大王，时辰不早了，找个地方歇了吧。走。去哪儿？去今晚寡人最不想去的那个地方。明白了。求王后不要责备公子殿下，是奴婢求他去禀告大王的。你知道这样会得罪那个魏姬吗？你知道得罪了魏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吗？可西施是奴婢的同乡，奴婢不得不这样做。抬起头来，倒是个可怜人的小模样。母后，他这份仁义也属难得。再说这件事又是儿去找的父王，母后就放过他吧。你说的是，
我也不该责怪他。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是该有好报的。哎，你听，王母后在夸你呢。谢谢王后，谢谢王后。去吧。不抓出走漏消息的人，你们就在这里一直跪下去。要不是有人走漏消息，那个贱人现在已经成鬼了。说，是谁走漏消息的？秋蝉呢？他去哪儿了？有人看见他天黑前就出去了。马上去找，就算找到天亮，把他找回来。是。快点，快点，快点！启禀夫人，大王就要到了。大王，夫人，大王不是带着那个西施回他的寝宫了吗？难道这么快就来兴师问罪了？夫人，您快躺下，奴婢就说您病了。我相信大王不会为难我的。那还要去找秋蝉吗？别惊动了大王。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我要让后宫所有人知道，我魏姬还在，我魏姬的权势还在。那个郑旦呢？把他关到密室里，不准他到外面来。今后这些从越过来的罪奴们，不可不防了。是。那边找过了吗？找过了。那边呢？也找过了。找过了也要再去找，找不到他，魏姬夫人饶不了我们。你们去那边找，你跟我来。是。没派人传话，寡人要来吗？小奴派人传过话。如此的置若罔闻。魏姬，你这是在干什么？魏姬有罪，无颜到宫外迎候大王。罪在哪里？是我背着大王要谕令。处决西施，所以魏姬就一直跪在这里，等候大王发落。快点，快点，快去找！快，到那边去看看。快点！你们找到了吗？没有找到，一定要把他找出来。你们再去那边，快点！是，跟我走。怎么样了？冬梅姑娘。除了王后寝宫和大王的寝宫之外，全都搜遍了。要不要？魏姬夫人有令，不得惊动大王和王后。在外面继续找，反正找不到他，不准撤回。快去！是，跟我走。告诉寡人，为什么要用如此手段杀死他？西施其罪当罚。不过我早就料到了。料到什么？大王会偏袒他。见这寡人性情，知道寡人所想，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我爱大王。魏姬贵为魏国公主，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分享我的爱。身为嫔妃，怎么如此妒忌？因为我爱大王，所以我妒忌。我妒忌一切向大王邀宠的女人。就因为妒忌，就敢妄起杀心？大王说对了，无论是谁，只要他狐媚大王，我恨不得杀了他。寡人后宫有这么多嫔妃，难道你都要杀光？要依了我的心，我就是想这么做。你不怕寡人治你的罪？我只不过是希望自己是大王唯一的女人，就像大王是我唯一的男人一样。如果这也是罪，大王就杀了魏姬。真是个傲气的公主。这次事情，寡人不再追究。不过今后，绝不能再伤害她。你的性情，寡人的确喜欢。不过贵为一国之君，寡人为了吴国，为了有更多的子嗣，寡人不可能专宠一个女人。妒火会烧毁一个女人。如果你一意孤行，不肯收敛，你也会断送在这妒火之中，明白吗？快，放心，放心。你是寡人宠爱的妃子，寡人一直期盼你能为寡人生个儿子。寡人一定会善待他的。母后，这是您最爱吃的。母后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你们都下去吧。是。你说的不错，我的确不高兴。为什么？今天你不该管那个西施的事情，儿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我只是告诉了父王。说你不该管，今后就一定不要管。儿不懂。你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不希望你搅进这后宫的是是非非，这会断送了你。断送了我？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不要以为你是长子就高枕无忧了。公子千雍虽比你只小2岁，可是他在你父王面前的表现一点也不比你差。况且你的父王正值壮年，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儿子。今后能不能继承王位，才是你时时刻刻必须想着的大事。可那是很遥远的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以为你得到父王的宠爱了吗？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怕他，不知道父王是不是真正喜欢我。所以你要多见你的父王，多在你的父王面前展示你的才华。更要紧的是，少出差错。今天这件事就容易让魏姬记恨你，他在你父王面前的一句话，会让你永远也不能继承王位。母后太危言耸听了吧？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公子千雍的母亲不是相貌平平、生性懦弱，如果他的母亲是魏姬，我们连想都不必想，这储君的位置早就是他的了。别瞧你母后执掌后宫，可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只要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母后别怕，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会保护你。你错了，我是怕连累了你。我想要的不是你的保护，是你的安全。只
只要你能得到父王的宠爱，不被那些明枪暗箭所伤，我就心满意足了。母后的话你要记住，君王是没有朋友的，哪怕是你的亲兄弟，也不能没有防范之心。所有取悦你的人，都是在利用你。母后，二君长大了，知道该怎么做，您就不用再操心了。哎，翠儿，殿下，我母后不能吃凉东西，快把这碟烤鹿肉去热热。是。母后，您吃。秋蝉，你让我找的好苦啊！快跟我回去吧，夫人有事要问你。还愣着干嘛？带他走！快快快！给公子殿下请安。这么晚了，你们在干什么？魏姬夫人爱情走丢了。